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咱宜兰的乡亲，若看到这购物袋啊，应该是特别有感受。宜兰有生鲜超市，以一句话来激怒着宜兰人为主题，推出着8款的购物袋啊，面顶印出着有在地特色的标语，其中有一款真受欢迎哦，面顶所用的字是“恁兜才是后花园咧”。原来啊，台北人拢会讲宜兰是因的后花园，讲宜兰人只要听到这句话，就会气噗噗。这个宜兰就是北部的后花园，真正强要气死！网络顶统计，宜兰人只要听到宜兰是台北的后花园，就会一秒生气。这摆宜兰人决定无要吞忍，直接把标语印伫购物袋仔顶悬摕咧行，爱大家目睭闭好紧，恁兜才是后花园啦。宜兰在地超市推出购物袋啊，甲有宜兰特色标语拢印起哩。因为宜兰实在伤够落雨，就甲雨落规暝，我明仔透早过来上班嘛，写起哩。您家里有几台除湿机？6台，因为宜兰潮湿啊，就一个房间就要1台啊。这样子。另外，宜兰人的台语口音嘛真特别，大大的劲嘛互印伫购物袋啊。真好食啊，真香啊，真好啉啊。这个我宜兰人我骄傲。其实唔啱宜兰人的红家生气，若是问台北人讲，是毋是只要会使食的物件，就是排队美食？对新竹人讲，新竹拢出灾难；甲台中人讲，乌都遮济，出门有够恐怖。搁掠准彰化伫南部，或者是甲台南人讲食甜，糖柑免钱。搁问屏东人讲，是毋是逐工拢去垦丁，恐惊拢会一秒就互当地人生气。虽然真正有够生气，毋过毋是每一个县市拢会推出购物袋仔来反击，所以也是卖冤啦，大家拢是台湾人啦。